今仔是三级警戒小可放零的头一个休困日哦。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停车量是有总量管制，上侪袂当超过4成。也毋过伫早起10点几个停车场，车都拢超过4成的停车量咯。下晡车阁愈侪。 早起10点外，阳明山二主坪停车场停甲满，到了下晡2点外，要停车的人也是真多。不过，卡片余额不足，请就不能进去啊，他这不能直接补足，就要退出啦。着惊金钱来往会有接触传染的风险，现场简单收电子票证，民众的悠游卡钱无够，简单会当偏往内目顾驶走。未解封头一个周末假期，阳明山人潮明显增加。除了室外步道有开放，室内游客中心甲服务站维持逐人2.25平方公尺的用油量管制，贩卖部拢有开，毋过爱照上北的防疫规范。停车场像擎天宫、梦幻湖等等，总量管制爱4成来。早上10点，那个冷水坑跟擎天岗的停车场就已经达到4成的一个上限，所以今天早上看起来就是人车有比较多一点。今仔餐厅是拢无啥人做生意，毋过会当出来行行咧，民众也是真欢喜。想说闷在家里闷很久，想说带小孩出来透透气啊，这样子，不然小孩也是很无聊。游客密度不会太高了，我觉得都还好，而且每个人还蛮守规矩的。 阳管处表示，7月17统计到5点，计共4025人入园。为着降低人流，游园公车假日资本20分左右一班，即阵要维持1点钟一班，到7月26看疫情变化，再搁做调整。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。